咁 Facebook 咧，原來佢係喺佢嗰個網頁咧就預設咗咧係有權喺你個電話同電腦嗰度咧就係存取你除咗 Facebook 以外去過乜嘢嘅網站，咁包括咗係銀行、網上銀行嗰啲網頁嘅。咁我哋而家要熄返佢，等你自己嗰個私隱可以安全啲。咁咧就撳呢3個點點3行線，咁啊跟住下邊嗰度撳設定和私隱。咁跟住咧喺下邊嗰度咧就撳設定，咁咧跟住就碌落去喺你的 Facebook 資訊嗰度咧，第3行咧就係 Facebook 站外動態嘅，撳一撳落去，咁跟住咧就管理你的 Facebook 站外動態。咁咧呢度咧我因為已經係清除過一次記錄嘅，咁啊所以咧我呢度你就見唔到有啲咩網頁喺度。如果你係未清過咧，咁你就要撳一次清除記錄，就清晒你下邊曾經去過嗰啲嘅網站記錄，就唔好俾 Facebook 知道。咁同時間咧上面呢3粒點點咧你要撳一撳佢，撳完之後咧下邊有管理未來的動態，撳一撳佢。咁呢度咧下邊藍色字管理未來的動態，撳一撳佢。咁咧去到呢度咧，你見到咧上面係藍色嘅，就係話佢預設咗就可以喺你除咗 Facebook 以外咧，其他你上過個網站佢都係有權可以知道嘅。咁我哋就要熄咗呢個掣，咁啊跟住呢度撳關閉。咁你見到咧灰色咗咧，佢就熄咗噶啦，咁就 OK 噶啦。